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文哥。又到了我们来学习赏析客家歌曲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客家流行歌叫做《客家本色》，其实也有很多年份了可以号称说是我们客家歌的国歌。那有很多的乐手唱过，那我挑了一首女生唱的，胡慧慧唱的。那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作词作曲的人是叫做涂敏恒。涂敏恒做了非常多的客家歌曲，应该有1000多首以上。然后好，我们来边听来边分析。有点间奏哈，间奏了。同山过台灣，同山過台灣，末班頂前，三芒大兵港山港鐵。唐山过台湾，这个知道吗？大家我们客家的历史从唐山过来台湾，跨海来台湾，末班顶前，身上都没有半点钱啊，末班顶前，善忙大兵，善忙就是勤奋的意思。客家人说他很勤奋勤劳，叫善忙。大兵打拼，港山港铁，耕山耕田，三芒大兵港山港铁。好，来下一句。好，这句是牛强促吃几十年，唔识买年。牛强促吃迄么个咬姜，那个姜是姜嘛，那个老姜的那个姜牛姜就是客家人就其实平常的菜肴里面都会有姜这一道菜，那个做蘸酱牛姜，或者是我们会直接吃生姜嘛要卤的姜嘛老姜牛姜咬姜，然后醋吃就是错那个笋吃吃就是醋。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很节俭啊，没有肉啊可以吃，所以我们配姜母，然后尝一点点醋，然后就可以多吃几口饭。牛姜醋吃几十年，几十年都如一日，都是这样子，那么的节俭牛姜醋吃几十年，唔识埋怨，不曾埋怨。好。世世代代就按样勤俭传家，世世代代就这样勤俭传家。字面很容易懂200-300年没有改变。好，200-300年没改变。世世代代就按样勤俭传家，200-300年没改变。好。那我们主要要注意的是勤俭勤俭，勤俭。来，这一句先停好了。客家精神莫忘脱，客家精神莫忘脱，莫忘脱就是不要丢掉，忘脱丢掉忘就是丢的那个动作。客家精神不要丢掉，不要忘了不要丢掉的意思，不要忘记的意思。然后下一句来。云烟云烟，好，他唱是云那有人唱永跟口音点差别没有关系，永远永远。时代在进步，时代在进步，社会改变，
沙飞改编啊。是非善恶，是非善恶，充满人间啊。其实哈，这个不是直接用我们客家话的口语去造了个，只是从国字字面再把它翻译过来的，所以其实很好懂啊。是非善恶充满人间，是非善恶充满人间。然后记得那个恶要念恶，懂恶的恶哈。奉天奉劝，奉天诗言世间客家人，客家人。修好心田，修好心田就是要修心了哈。正正当当，正正当当就是正正当当，正正当当的做一个良善的人，良善的人啊，人是念成人。祖宗恩的老祖先啊，就像我们的老祖先一样，这么良善。永久不忘，永久不忘记，不忘不忘，祖宗言，祖宗的言语啊。千年万年，千年万年啊！哈，客家记得啦，客家话，客家人呢讲的话，千万做唔得，唔记得了哈。千年万年。这边都是重复唱的，慢两切。上忙大兵港山港铁，老姜出吃一生年，五色满年，世世推推，去爱鸟听传达。客家精神莫忘记，永远。时代在进步，沙比改变，是非善恶充满人间。奉天诗典客家人，修好心田，正正当当做一个良善的人，就将恩给老祖先，永久不忘祖宗言，千年万年。好，我们先到这边哈，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刚刚那个有一个地方叫做不忘祖宗言，那个言语的言，语言的言，不能发成一的音哦，我们没有发成言和念，要有鼻音哈，念，不忘祖宗言，好，按你张抄哦。好，那接下来呢，依照之前我们网友的需求啊。说最后我们会重复播放一次这个歌，让大家重复的聆听。那也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打客家本色，有很多版本的唱法。那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学客家歌，传承下去。喜欢这个频道的朋友们，我们新世界乐团这个客家歌分析的频道，那请你欢迎你按赞、订阅、加分享，也可以听到我们新世界乐团其他的
乐手的歌曲。那谢谢，拜拜。按子 say 什么呢？我们来重听。三